麦哦，就是麦秆，那个麦秆烧成灰，那个叫麦灰釉，烧上来就会这样，很像一只铁壶。这一点一点的金黄色的地方，就是小麦的灰烬。这款命名为把脉的茶具设计奇特，让赵胜杰获得台中县地方特色文化首奖，就如同为文化把脉，紧握生命的脉动。我们就慢慢选出的一个就是小麦，因为走出大雅以外哦，很难看得到有这么大面积的小麦田。让陶艺结合小麦原乡的故事，就像他笔下的麦穗图腾，不需要太多符号，短短30秒即刻烙印家乡情感。创意要来自于生活，而创作要回归于生活，就是我觉得做作品一项的理念，因为它做好一定要融入生活里面，它才有意义。加油加油！所以这就是小朋友1分钟可以吃麻糬，对不对？亚真金董事用，亚真给董事用，这真的很实用。砍钩不会活送，而且不会浪费，你吃不完的变成麻糬，小朋友一定吃下去。简单体验，让小朋友们用双手学会祈福。还有1分钟速成的姜母茶，把传统雷波改良，赵正杰缩小尺寸，并增加拇指扣握设计，省力也更方便。我希望在地人或者是更多人来使用这个陶艺品，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手去创作这个图，它从软的到可以用，那种成就感跟它使用以后，这种是环保材料。而且推广起来是家家户户都可以使用，它是一个文化很好的推动的一个素材。聆听你所在的地方泥土的语言，在这里陶与麦的结合，交融出雅致温润的作品，有生命的故事，更有文化传递的元素。亚真景董事用韩国唔会好送，亚真景董事用韩国唔会好送。